再个一摆，预备，来。我的中心不顾。开始，第一节咱为头一摆好啊，吼，第一节吼，从头好来。我的中心不顾人的心愿，我要顺从你，因为有人关心。我要坚强，面对世界艰苦路，我要勇敢，天父的心甘来。我要勇敢，天父的心甘来。第二节。我要行路，不问地界甲边游。我要心伤，心心无求无想。我要强在我心心之目标，我的勇往，不住天涯的路，我的勇往，不住天涯的路。好，练习到遮啊，有带手机啊，请咱关机，也是关做震动。今仔礼拜要开始，请事情奏乐。
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，只有对伊求这项，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，伫圣殿仰望伊的阳光，找求伊的指示。这时，咱要来唱圣诗第281首。圣诗第281首，上帝即时临在，请大家起立。这是咱犹原徛地，用新的界面来做咱的信仰告别。你着真心真性敬意听主你的上帝，这个界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，恁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我用新的界面互恁。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就会为安知你是我的学生。请坐。这是来祈祷。
至圣的爸啊，阮伫你的面前启应。这是启应，请大家看启应文第55篇，也是记载伫圣经马太福音第6章。我来客，请大家来用。毋通为着恁的性命要食什么，要啉什么，咧操烦。性命减毋是比食米较重要。恁看空中的飞鸟，因无种造，无收成，嘛无囤积。恁减无比因讲较贵重。恁哪着因为要穿什么操烦？不过我甲恁讲，连所罗门上荣华的时，山野的花草，今仔日缀我，明仔载互人迄落火炉。伊减袂搁较甲恁装担，所以恁毋免操烦讲，阮要食什么。遮个拢是外邦人在追求的。着先追求伊的主权，甲伊的旨意实现。所以毋通为着明仔载在操烦。一日的艰苦，这是咱来祈祷。至圣的爸，阮伫你的面前承认，告别阮的本性是充满罪恶，搁常常得罪你，袂记得你的疼，离开你的道路，浪费你的恩赐。主啊，求你伫阮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恩，赦免阮的罪，甲是阮，互阮知影阮的歹，洗清阮的过失。求主，你嘛看顾即个世界有困难的人，无论是拄着战争，也是经济，互因知影因通倚靠你，嘛互遮个人阁有认真的心。去接受袂当改变的代志，也有勇气去改变会使改变的代志，更加有智慧去分别什么是会使改变，什么是袂使改变的。求主你互阮逐日所做的决定，拢有主伫阮的心思意念中掌权，也互牧师今仔日所传讲的题目、传讲的内容，诚做在座甲伫线顶逐个做礼拜人的帮赞。愿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。即时要请上年大学乐龄棒中团来带咱做诗歌默想。
即马上帝大学所要唱的歌是耶稣，耶稣，伫你充满我，用听来充满咱。所以这毋是学乐，是祈祷。伊要带咱用非洲的音乐来祈祷。因要唱1、2、3到第4节的时阵，请咱会众斗阵来吟。所以恁注意听，可能到第4节的时阵，你嘛会当吟，求耶稣用听充满咱。即时咱要来恭听上帝的话，记载伫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第3章第6节到13节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3章第6节到13节。兄弟姊妹，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命令恁，若有信徒生活散漫贫惰，
无遵守阮传授互因的教示，恁着闪开。恁家己嘛知恁应该着安怎学阮，因为阮伫恁中间的时无散漫贫惰，阮毋捌白食别人的饭，反倒暝日拖磨劳苦，才免诚做恁的负担。阮安尼做，毋是讲阮无权通要求供应，是爱用阮家己做恁的模样。互恁通学阮的款式，阮伫恁遐的时，捌命令恁讲，毋肯做工的人毋通食。阮安尼讲，是因为阮有听见恁中间有人贫惰毋做工，只有爱插人的婴仔事。即款人，阮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甲因警告，命令因着安分做工，家己讨趁。毋过，兄弟姊妹，做好事毋通上善。这是老牧师要传讲的题目，是中心伫所交托的。请咱同齐来祈祷。主耶稣，经求你应听，充满阮，互阮踮伫每一日的生活中间，阮知怎样服务别人。怎样疼惜别人，也怎样遵守伊的教示。耶稣求你应听，充满阮，带领阮每一个人行伫上帝你的光。同齐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免。这个平安。咱最近一定拢捌听过一个名词，叫做肥猫吼，肥猫。啊，毋知影咱听到这个名词的时阵，你想到啥物？啥物叫做肥猫？咱通常会用这个字去形容讲，啊，大概都是一阵吼，敢若坐伫遐，也是倒伫遐，无想要做代志，敢若想要领薪水，也是敢若会晓出一支喙，无愿意实际去行动的人。啊，大概伊是一个负面的形容。毋过咱想看觅，即款现象伫咱的社会中间是济也是少？有人就会讲足济呢，有人就会讲足济，伫咱的生活中间充满济所谓的肥猫，啊，因逐工就是踮伫遐，一直咧想讲啊，我只要安尼会当过就好啊，啊，出一支喙去指责别人，无愿意付出实际的行动。这对任何一个团体，无论是公司，无论是学校，无论是教会。其实只要出一个，都已经互人真头疼。搁较免讲，若是咱的社会中间非常济类似的人的时阵，这带来整个一个团体的混乱。今仔日咱读帖撒罗尼迦加后书第3章的时阵呢，保罗咧面对的是教会内底有足济类似即款肥猫的人。所以咱会当想象，敢若踮伫咱的社会中间，咱所看到，一个都已经有够烦恼啊！搁较免讲，保罗面对的是教会内底有足济类似的人，因受到其他教导的影响，致到讲因诚做肥猫，无想要做代志，敢若出一支喙去指责别人。咱必须先爱来了解帖撒罗尼迦城的重要性。伊是一个真大的城市，踮伫因的时代内面，伊诚做一个商业真重要的所在。啊，保罗踮伫使徒行传17章内底讲到讲建立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代志。伊连续3个礼拜伫犹太的会堂中间，甲人讨论信仰，也照着安尼吸引犹太人，也吸引济敬拜上帝希腊人，也是妇女来信耶稣。伫迄个时阵，保罗福音的行动带来当地犹太人的攻击，因想尽一切的办法爱保罗离开。伫遐，即阵传福音的使者得到一个名声，迄个名声叫做是扰乱天下的一群人。所以传福音的人踮伫遐，互人称作
扰乱天下的一群人。咱真恶咧想象即项代志，咱若是咧传福音，咱会正做啥物？扰乱天下的一群人啊！若是照安尼来看，若是咱无咧扰乱天下，咱可能要好好想看觅，咱到底有咧军队耶稣无？所以，即阵军队耶稣的人，因认真尽忠咧传讲上帝福音，嘛也因为因扰乱天下，地教讲规个城开始咧反抗，开始咧攻击因，所以遮个信徒也踮伫甲帖撒罗尼迦城内面，拄着迫害，拄着苦难。毋过踮伫遐，有一群人因由愿表达对上帝的信心。以及彼此相听的心，这互保罗感觉得到真大的鼓励。毋过，伫一个信仰团体一间教会内面，外在的攻击也是迫害，永远较简单。上界困难的代志是踮伫内部，踮伫内部有一寡无共款的教导，有一寡无共款的声音出现的时，这造成了。保罗真大的困扰，因拄着啥物问题？有人伫教会内底咧讲，主真紧就要过来啊！因伫教会内面不断咧向人宣传讲，主基督马上就要过来啊！主耶稣马上就要过来，这有啥物问题？听起来敢若无问题啊！听起来敢若哦对，主耶稣真紧就要过来啊！主耶稣马上就要过来啊！因所造成的问题是，开始有人认为讲，既然主耶稣马上就要过来，安尼我敢阁需要做代志，我敢阁需要拍拼。既然主耶稣明仔载就要过来啊，安尼我今仔日我为什么要服侍？安尼今仔日我何必阁遐尼认真？因为我既然遐认真要做一个基督徒，我就会拄着迫害啊！我何必遮尼认真讲？我爱认真服侍，我爱认真去追求我的信仰咧。既然主耶稣明仔载就要过来啊，所以遮个人开始伫教会内面展现一个现象，就是咱一开始所讲到，这肥猫就愈来愈侪啊。因逐工贫惰、生活散漫、贫惰，啥物代志拢歪做，而且啥物代志拢歪做了后。因就踮伫遐咧看讲啊，你何必遐尼认真咧？伊咧指责遐个愿意军队主的人，伊咧指责一寡愿意认真服侍的人。伊伫甲因讲啊，反正吼，基督马上就要过来啊，恁何必遐尼认真咧？所以遮个声音踮伫教会内底一直咧传，一直咧传，直到整个教会开始陷入一个混乱的中间。所以我头拄仔讲啊，外在的攻击甲迫害，永远毋是上界大的挑战。对每一间教会，对每一个信仰团体来讲，上界大的挑战拢是内部的混乱。因为踮伫内部内面，有人接受无共款的教导，接受了迄个我免阁努力，我免遐尼认真，才会教导，因为基督马上要过来。所以踮伫教会内面，因就开始生活散漫、贫惰，无遵守一切的教示，只要干那出一支嘴，有人咧做工，因就踮伫边仔咧指责讲啊，恁何必安尼咧？啊是干那出一支嘴去指责别人讲，恁遮无做好，遐无做好。开始遮个声音一直咧出现的时阵，保罗感觉这是教会真大的挑战。这是教会的历史中间所拄着真大的考验。为什么因混乱？混乱是因为因对基督的认识出现问题，因对所领受的教导有一寡错误，而且咱会当去想象，会去散布这个言论的人拢是甚物人？会踮伫教会内面散布这个言论，会带来遮尔大混乱的人，敢会是平信徒？绝对毋是一般的信徒。会当造成遮尔大混乱，主要的问题，拢是对传教者、对教师、
因开始咧散布这个言论，直到整个教会开始混乱，因放杀家己应该爱活出见证的使命，颠倒正做互教会陷入混乱的根源。所以，这个人因正做福音的阻碍，这是一个真大的提醒。当咱对基督的认捌无够完全，也是咱无想要搁较侪去了解，也是接受一寡错误的教导的时阵，有当时啊，咱会造成一个信仰团体真大的混乱。这个混乱踮伫几千年前的教会就存在，来到伫现在，咱看台湾的社会，敢有搁较好吗？恐惊是共款的。过2礼拜要选举啊！大家人咧讲，选举其实是全台湾上大的宗教活动。我讲选举是宗教活动，咱知影无？选举毋是政治活动，选举是宗教活动。啊，踮伫即个真大型的宗教活动中间，咱会当看见足侪现主是社会所展现出来的气氛。到底咱受到什么代志所影响？咱受到什么价值观所咧左右？保罗所讲遮的生活散漫贫惰的人，检采也一直踮伫咱的社会中间咧影响咱。咱看到真侪人，逐工啥物拢无做，啊看电视了出一支喙去指责别人，啊指责别人一直要去左右别人的情绪、别人的思考。这个现象一直咧出现，啊，这个现象也带来讲，整个社会有一个无负责任的风气，因为卖负责任上好，敢若出一支喙去攻击别人，卖负责任，我就无代志。这造成整体社会的混乱，也互整体社会无法度搁向前。这个贫惰生活散漫到底是虾米款的意思？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讲，现代中文日本讲游手好闲啊，这个游手好闲包括讲拄着代志就惊，拄着代志就惊，无想要搁向前。这是保罗所谓的生活散漫甲贫惰。而迄个贫惰的意思就是你无想要搁向前啊，你敢若一直秘伫遮，拄着挑战的时阵，你就毋敢向前，你就退后，啊，无愿意继续向前行。面对这个现象的时阵，咱应该爱问的是：整个社会拄着了什么代志？有人咧观察，伊讲其实咱的环境其实受到一个罪的文化所影响。咱的环境受到一个罪的文化所影响，致到讲咱失去自信。咱惊讲我做这做毋对，我做迄做了无好，啊有人开始咧詆骂，有人开始咧指责，致到讲啊若是安尼，我规气啥物拢莫做。这是一个罪的文化，因为加做加毋对，较少做。就较少毋对，不如啥物拢莫做上好。啊，啥物拢莫做，踮伫边仔出一支喙，安尼我拢无代志。这就是整个社会陷入伫一个罪的引诱内面，咱互罪的文化所捆绑，所以咱做代志其实咱是受到罪的影响。这个罪的影响，互咱失去自信，咱毋敢负责任。然后，这个失去自信了后，另外一个咧捆绑咱的是惊吓。咱惊讲咱做无好，咱惊讲咱犯错，咱惊讲咱无法度考100分，所以咱的社会受到一个惊吓文化的影响，罪咧捆绑咱，罪互咱失去自信。罪也互咱陷入惊吓的中间，所以上好我拢莫做。既然我做，我就爱面对别人的攻击、别人的指责。
当咧面对这个现象的时阵，有一个人讲：啊，我敢会当将5万转来到伫信仰中间咧？敢会当将一切5万面对遮的罪、面对遮的挑战的5万全部转来到伫教会，全部转来到伫信仰咧？是会使，毋过有当时啊，咱所传讲的信息是一个离开这个地面的信仰价值，迄个意思是啥物？就是我只要来遮信耶稣，也是我有去拜拜，检采讲我一切的问题拢毋是我的啊，拢是上帝的，也是拢是我所拜迄个偶像的。有当时啊，教会陷入即款状况，咱的信仰观是一个离开咱生活的信仰观。祈求上帝保守咱会当平安，一切拢真顺利，无愿意也毋敢去面对生命的艰苦，更加毋敢去面对家己生命中间的罪。所以我拖别人做伙落水就好啊嘛。只要讲莫去做，真做一寡游手好闲的人，安尼我的生活看起来较好过啊。莫负责任，莫去担遮的代志，检采我的生活会当活了较轻松。毋过遮的人就是保罗所讲的，恁是生活散漫贫惰的人，踮伫每一个团体内面，恁拢造成了真大的混乱，真大的伤害。颠倒边，保罗伊的生命咧展现啥物？拄仔所讲啊。福音的使者，因互人称作搅乱天下的一群人。因咧搅乱天下，是因为因领受上帝的呼召甲使命。这真做一个真大的对比。面对外在的攻击、内在的混乱的时阵，遮的人只有清楚知影讲，家己的权柄是对来的，才会当忠心向前行。所以对咱每一个人来讲，咱只有知影讲，咱的权柄是对来的，咱才有法度勇敢、忠心，继续传扬主的福音。踮伫遮，保罗劝勉正大家，爱离遮的人远远的，爱离遮的人有一寡距离，因为因对基督的教导无清楚的了解。也准讲。基督过来，这个消息就会当互伊免除世间一切的责任，过着放纵甲失去特殊的生活。保罗家己嘛知，这毋是靠着讲我讲啥物就有效的，所以伊敢若会当讲，我踮伫恁中间的时所显现到底是啥物？我甲恁做伙，我踮伫教会内面所展现出来的模样到底是啥物？伊唤起遮个信徒讲，到底过去我活伫恁中间的时阵，恁看到啥物？所以恁知影家己应该爱怎样学管，因为当阮甲恁做伙的时阵，并无贫惰，也无敢若抗白咧食别人的饭。是逐日咧无闲入眠咧做工，为着是爱恁学习我的款式。所以这个款式，传播福音使者的款式，也是典范，是每一个军队基督的人所显现出来的生命。福音的使者会当扰动天下，是因为因忠心伫因所领受的代志。忠心伫所面对因所交托的代志，因咧讲的信息是，毋是因为基督要来啊，所以咱现在会当啥物拢莫做，过着放纵的生活，乃是因为基督要来啊。因为基督要来，所以咱爱忠心持守，回应主的道理，直到伫进入上帝的国度内面。所以这甲保罗所咧面对的，迄个生活散漫贫惰，是一个真大的对比。这是一个真大的对比。当咱咧看到这两个
两边人的对比的时阵，咱有当时爱好好想一下，到底咱踮伫倒一边咧？生活散漫平淡，啥物拢无爱做，干那出一支喙安尼过去，生活过来较轻松，生活过起来真简单，因为啥物责任拢毋免派。另外一边是因领受上帝号召，忠心持守，正做扰乱天下的一群人。面对济济攻击，面对济济其他人的指责，但是因清楚知影，我为虾米安尼做，是因为我正做基督的奴仆。当保罗甲这两边的人放伫咱的面前的时阵，也正做咱一个真大的选择，也是真大的反省是：我踮伫倒一边？我到底踮伫倒一边咧？有当时咱真歹去了解，我到底是毋是踮伫遮，也是踮伫遐。毋过，保罗所提醒咱的是，每一个服侍上帝的人，每一个军队基督的人，爱用家己生命的典范，爱用家己生命的款式去展现出迄个典范，是互咱身躯边的人知影讲，原来这是忠心军队基督。当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忠心合意，行出真理的时阵，咱就会成做一个有生命力的团体。这是保罗用家己的生命来鼓励大家。所以恁爱一直向前，毋通野线来行好。伊爱一直向前，认真做工，直到伫落尾。我捌伫一个年长的牧师伊的一个文章内面看到一段话，互我真深的印象。伊讲要成做一个服侍上帝的人，毋是因为你有偌济文字，毋是因为你有偌济能力，唯一重要的代志，敢若是你有忠心无？要成做一个服侍上帝的人，要成做一个军队基督的人。无在地，我是一个偌厉害的人；无在地，我是一个偌有文字的人。乃是在地，我敢是一个忠心的人。基督的奴仆，伊所展现的忠心，有当时啊，迄个画面啊，亲像一张大树共款。咱会看到咱出门有6张树啊，踮伫遮。有当时啊，看到这6张树的时阵，我咧思考，啥物叫做忠心？迄个忠心的意思就是，无论发生啥物代志，无论经过偌济年，无论经过风雨，无论经过啥物款的打击，伊永远踮伫遮，伊永远徛在踮伫遮。这个画面也袂成做一个咱真大的提醒咧。咱每一个人的生命，哪一张树共款？一张树啊，会当生了大丛，你会当想象藏伫下骹有偌大？一张树啊，愈大丛，踮伫地骹的根也有偌大？啊，无伊无法度生了遮大丛。所以踮伫即张树啊，咱所看见伊会当徛在踮伫遐的，是伊。下面有足侪看袂到的物件，不断一点一滴咧累积，一点一滴咧不断一日一日继续咧行。所以咱看到忠心是啥物？忠心是徛在踮伫遮军队基督。如果咱的生命是一丛大树的时阵，迄个看袂到的才是重点。认真去做。认真去持守，认真军队基督，一点一滴咧累积。所以，藏伫地面下骹的有偌大，你看到迄张树啊就有偌悬。然后，迄个根愈来愈大丛了后，伊会当生产出济济枝叶，生产出济济枝叶，互人会当踮伫遮休困，互人会当踮伫遮。得到稳定，
这就是一个服侍基督的人伊所展现的使命。所以，迄个基业愈来愈无声，愈来愈大张的时阵，伊会当成做众人的祝福，会当成做侪人的帮衬。有当时啊，若是这丛树啊，佫会开花，你会看见几丛水的花点伫遐，但是花毋是上介重要的，为虾米？因为花会开，也会谢，所以看起来的烟火，看起来的灿烂，拢是一时的，拢是一时难尔。伊会开会谢，这敢若是一个砖塔。真正重要的是，你这丛树啊的生命徛在点伫遐，这会当成做众人的祝福。所以对这个树啊的画面，咱看到什么叫做忠心？咱每一个人的生命敢为成做这丛树？咱每一个人的生命拢是一丛树，这丛树啊到底会当偌尔啊无生？伊会成做咱怎样去扰乱天下？咱会当怎样去面对这攻击？这丛树啊，徛在点伫遮，这是忠心服侍，无野善咧行好的模样。所以，当咱来到伫教会，看到遮个树，看到咱的教会徛在点伫遮个时阵，咱咧学习什么是忠心。伫顶礼拜咧备办伊丽莎白纪念礼拜信息的时阵，到伫上尾啊，我得到一个真深的感动，就是迄个忠心持守伫到伫落尾。这个忠心会照着咱每一个人活出敬虔，活亲像基督所显现出来。什么叫做活出敬虔？活出敬虔就是咱认真看待每一日，认真看待每一日，认真礼拜，认真祈祷，认真服侍，忠心伫咱受托付的每一件小事内面，这是忠心，这是敬虔。活亲像基督是啥物？活亲像基督是亲信，咱的生命是要成做奴仆，咱的生命是成做奴仆，受着基督所修整，掠基督的心做心。伫每一个冲突甲考验来的时阵，咱会当经验真实的疼甲自由。所以，活出敬虔是这个时代上界重要的事。面对遮尔侪扰乱的声音，面对遮尔侪无共款的价值观，咱必须爱转来到伫一个敬虔的信徒，到底会是甚物款的款式？到底咱会当活出甚物款的典范，互咱身躯边的人所知。所以我才会邀请咱有当时啊，加看遮个树啊，加看遮个树啊，伊徛在点伫遐，伊一点一滴咧累积的时阵，伊咧提醒咱，这是忠心。保罗咧对抗的是即款身外散漫变大的人，敢若出一支喙，啥物拢歪做的人，这是保罗一直咧对抗的。所以保罗用这个画面咧提醒咱大家，咱的生命爱亲像一丛树，无论发生啥物事，我因为军队基督，我会当踮伫遮。所以这个树根会当愈来愈深，愈生愈深，到伫看会到的基叶，哪开阔，哪成做众人的祝福。这是忠心，忠心是无惊吓的勇敢向前行，无受到外在的言论所迷惑，乃是注意伫咱每一个人所领受的号召。若是安尼，咱身躯边也毋捌基督的人，袂
因为是互咱的言语所说服。咱身躯边也未认捌基督的人，是会因为伫咱生命中间看见基督，因有机会通接受福音。所以忠心伫所交托的事，直到伫落尾，是每一个时代真重要的。咱也踮伫遮，要做伙继续向前行。邀请身躯边的人参与这段旅程吧。咱每一个人拢是一个带路的人，咱领受上帝所爱咱做，带身躯边的人做伙向前。当咱看到一丛一丛忠心的树伫咱的四周围的时阵，咱会看见基督踮伫遮。请咱来看我所写的一段话。忠心伫所交托的，一丛大树徛踮伫遐，未摇动，生长无声，是时间，是养分，点点滴滴的累积。一撮生命的旅程，祝福众人，扰动世界，是行动，是服侍，是忠心所交托的言谈。人啊，你敢知家己爱往倒位去咧？为什么徛踮伫遮，什么拢袂向前搬大过日？人啊，你知家己已经进入永远无？爱温群做工，勇敢向前，直到迄一日领受奖赏。愿咱成做忠心的奴仆，跟对基督，直到伫落尾。请咱同齐来吟一首圣诗，圣诗505首，我要忠实。忠心，无辜负人的心情，我要顺心，因为负人关心，我要坚强，面对世间真khó担，我要勇敢，克服人生艰难。我要勇敢，克服人生艰难。我要听人无分对敌甲朋友，我要实现信心无求无想，我要谦卑，在我心心之愿将，我要仰望，无主听人喜乐，我要仰望，无主听人喜乐，我要
听上主细声叫好，我未见时，经地求主脚步，我未见时，经地求主脚步。是中，是时间永恒累积，生命价值，是福世真交通，能写书，并带来许多歌。大志向行，真正高地无想。咱同齐来祈祷，主耶稣，求你用你的款式教导阮、帮助阮，互阮尽忠学习，用你的心来做心。祝阮谦卑认家己的罪，有时阮受着罪引诱，直到阮无愿意活出真理，直到阮失去敬虔，生活散漫搁贫惰。但阮感谢你，因为你用你的话来赏赐互阮，互阮会当活出军队你的款式，互阮成做扰动天下的一群人。报扬福音，直到地落尾，愿你帮助阮。同齐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请咱同齐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听。
请坐。咱来看几项教会消息，甲咱大家三分享。咱的圣经学堂的进度来到马可15章16节到32节，请咱会当做伙来做伙来读圣经。后来后礼拜是台湾神学院的奉献主日，学校有派徐万玲老师来咱教会讲道。迄日我需要到伫高雄中会油厂教会交换讲台。所以嘛，邀请兄弟姊妹做伙代祷，为着台湾神学院的需要，关心代祷甲奉献。顶礼拜咱踮伫伊丽莎白纪念礼拜后，咱有互大家伫巴克利牧师献新闻顶悬签名吼。咱若是有兄弟姊妹想要做伙签名的，咱踮伫即2礼拜中间，等下礼拜煞咱会放伫我正手边外面遮，你会当去看卖巴克利牧师的献新闻咧写啥物。然后你会当踮伫遐，你愿意就是签你的名，这诚做咱教会一个重要历史资料的保存吼。好，过来咱第2、2礼拜后要召开中职会，所以也请咱的中职甲团结会长会当做伙来参与。11月3日，台湾神学院的首宗团要踮伫教会遮来举办迄个音乐分享会，邀请咱大家，咱11月3日迄日会当做伙来到伫遮来欣赏吼。今仔日礼拜后，咱迄个马年度的月历嘛已经到啊吼，所以等下嘛是踮伫外面遮，外面这边出去了，咱会当摕咱的月历，会当看巴克利牧师的献新闻，你有想要签名，你会当踮伫顶悬，有空白的所在，你拢会当签名吼。好，今仔日来介绍，咱有迄个薛志兄的查某囝对澳洲转来吼，廖木轩在后面吼，薛志兄的查某囝因转来咱中山。好，咱嘛今仔日嘛，过一摆鼓励咱的松联棒中团甲松联大学，感谢因的服侍吼。所以嘛，继续招生。松联大学55岁以上就会当参加吼，55岁以上就会当参加。棒中团。松联乐龄棒应该是乐龄棒中团，欢迎大家有意愿会当来参与。袂晓看破，其实嘛是会当参加啦。所以莫足紧张的，所以嘛邀请咱大家有兴趣的兄弟姊妹，其实咱拢会当来参与这个团队。好，我做以上的报告甲介绍。这是咱来吟圣诗第。金句，这是做伙来读金句。金句咱来读2摆吼。兄弟姊妹，阮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命令恁，若有信徒生活散漫贫惰，无遵守阮传授因的教示。恁着闪开，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第6节。搁一摆，兄弟姊妹，阮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命令恁，若有信徒生活散漫贫惰，无遵守阮传授因的教示，恁着闪开，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第6节。这是咱来吟圣诗第396首。大家散会求主祝福，吟了请牧师来甲咱祝祷。我要散会求主祝福。我心中上快乐，大家人亲爱互助，欢喜关对主卡无，对主卡无，对主卡无，敬贵公家主传路，愿更患病归主性命，总万心志免惊惊，尽力团。
高贵的本性对关罪去，所受灵魂那给听，关机的心性叫做帮赞，那苦苦那在阮无限，阮的无限，阮的无限。我的恒充满同世间，做伙领受上帝祝福，愿咱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加感动，甲咱敬大家三弟弟，互咱勇敢壮大，忠心向前，直到伫落尾。阿门。请坐，列倒。